苏州留园主要以环形观赏路线和综合序列的观赏路线为主。在留园中，尺度小的庭院运用折墙将空间分隔，再以漏窗引导，当空间突然转换产生巨大的反差，节奏性强，空间感受强烈。不同的空间之间利用自然或人为的营造空间高低错落，形成俯视、仰视之别，增加丰富性的层次感。通过层层相连的建筑群组，利用建筑空间藏漏互隐，疏密有致，虚实相间，旷奥自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给我回去买件衣服去。园林的窗户不仅在营造园林景深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还是园林取景框、造景框。清代文学家李渔描述其为尺幅窗，无心画。窗中景随季节交替、日月生辰不停变化着颜色和光线，或是焦窗绿影，或是怪石奇峰，透风漏月，收尽无限风光。现在没有课了啊！来，底下看一下，脚底下，北方过来的朋友看一看，这堆叠起来的石头像不像你北方结了冰到春天之后画的那种冰裂纹，像不像？像冰裂纹吧？你看身后是山，这边是不是水？边上是后面地方是粘贴了，重新再造一遍吧。花了多少钱？5000块。留园的美，还得说是留园的花窗，可以称得上是穿越流年的经验。这便是留园的一绝。入园探视后，不禁感叹，果真名副其实。要营造空间，墙是很重要的一环。留园的漏窗、跃动特别丰富，花型各异。在中国众多的园林之中，留园的花窗位列典范。透过这些花窗，景致似近似远，似远不远，似断不断，浓浓的人文情趣油然而生。仔细观察，花窗的设计可谓是独到匠心。为了避免由于回廊较长导致的潮湿昏暗、采光不足，建筑者在回廊中设计出空窗或漏窗，这就巧妙地将阳光导入了回廊，有了光，就有了很好的观赏心情。让老李走。
OK 了。你打呢？好，打。可以吧？这个跟相机有关系。我胸关节。它断掉的那一块，人家那现在的人家都行断掉的那了，块在哪里？有什么不在这里，这是一块完整的。那么当初在肾宣怀成为园林主人的时候呢，当初呢，他把自己的3个区域呢，分别叫做肾冠云、肾秀云、肾玉云，把这个4个区域呢。是吗？看本来你就知道了。那你问小张在哪？你问小张在哪？大姐，你去了吗？去了，他表姐去。啊，你们俩到。哎，这边走。这边是出去了，那边刚才看过了。那边是不是看过了？咁樣，你企中間又得，企中間。你係啦，伸直隻手。在的，肯定在这里。啊。1年2年、10年、20年，背后接受湿气啊，时间一长，人就虚就弱，弱就体弱多病，这就是中医的百病常备期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们回去后，在背后的，在这里。我们苏州本地人660万，外地人口超过700万，外地人口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本地人口，你家店的肯定是从我出生到现在，我们家里面因为他很用心，家里面手机都是昨天买的，你也在下，但是你要买的时候重点是，对，是不是很像？对，然后有人说在里面看到那个看到乌龟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你积极的站在这边，你觉得它像是，它就像是。这个石头的名字你们知道一下，回去可以了解一下，叫冠云峰，冠军的冠，天的云，冠云峰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给大家讲。走。你要你就快走，要么你就在我后面。哎，我特别喜欢这种竹林呐、
苏州留园的曲廊是苏州园林3大名廊之一。整个园林不规则的布局形式，使曲廊建筑与山水石相融合而成天然之趣儿。期间与曲廊相连，迂回连绵达700余米，通幽渡壑，秀色迭出。留园的曲廊可谓是蜿蜒连绵，由近向远，由窄见宽，至暗向明。空窗、漏窗、洞门的建筑风格，更层层递加了景色的厚重感，使山的轮廓更清晰了，水的色泽更明澈了。环环相叠的空间感，当你置身其中，看到的是回廊复折、小院深深的错落变化，美不胜收。